神秘世界無有窮盡，奇奧探索亦無窮盡。奇奧學社逢星期四晚11點，繼續同你暢遊奇異而奧妙嘅神秘學世界。啟奏公主，太僕之子周世顯近見公主，現在台前候見。蒼傳周世顯。世顯叩見公主，願公主千歲啊！輕身周世顯，如雲男兒膝下有黃金，你奈何至要求鳳女？敢問是有百幸，何為首選？公主，微臣初入宮廷，當行宮禮。公主乃係天下女子如範，奈何出一耳，把天下男兒侮辱？敢問女有四德，何者為先呢？周世顯，如雲善辭令者都只合游說於列國，倘若以辭令求偶於鳳台，未見其成，亦生其短咋。公主，言語發自心聲，辭令寄於學問。我雖無驚天偉地才，卻有憐香惜玉意。奈何人不以真誠待我，我又何必以誠信投獻人前呢？粵劇《帝女花》樹盟呢個章節嘅其中一段片段，拉開咗今集奇奧學社嘅序幕。大家好，我係節目主持人 Kyo。嗱，今集咧我選取咗《帝女花》就作為今晚嘅一個嘅研究嘅主題啦。咁好多嘅觀眾朋友可能都會 surprise 一個神秘學節目點解會突然間去研究一個嘅粵劇嘅作品咧？咁甚至乎咧，連我嘅 partner 咧阿南咧都因為粵劇入邊嘅叮叮查查咧就嚇走咗啦。咁所以咧今集嘅節目咧就由呢一個嘅小弟咧就會主持晒3節嘅節目送俾大家嘅。咁其實點解會揀一個粵劇嘅題材咧？並唔係因為我針對一個嘅藝術嘅種類而去同大家去做分享，而係咧 Kyo 咧有一個嘅習慣嘅，我好中意留意咧我身邊譬如我中意嘅一啲嘅藝術作品啦。又或者一啲嘅電影啦，甚至乎咧，我會接觸到嘅一啲嘅事物咧，咁可能我有一啲嘅直覺啦，咁就話俾我聽，呢啲嘅事物咧背後咧應該可能會有啲嘅神秘元素，或者同一啲嘅神秘事件可能會有啲關係喎。咁咧我就會就捐窿捐罅啦，佢就去揾一啲嘅資料。咁然後咧好多時咧都的而且確係會揾到一啲咧譬如無論同陰謀論有關，又或者同神秘學嘅一啲嘅元素有關嘅一啲嘅資料咧，其實好值得喺呢一個嘅奇奧學社呢個節目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一路有聽開Kyo 嘅朋友咧，咁Kyo 做節目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咧，我之前都介紹過一啲譬如音樂劇啊，甚至乎一啲嘅一啲嘅文學作品啦，又或者係一啲嘅電子遊戲啦，甚至乎係一啲嘅漫畫啦。咁其實咧，佢哋背後咧都可能係有一啲嘅值得留意，大家尤其是神秘學嘅愛好者值得留意嘅地方嘅。咁而今集咧一個嘅粵劇作品《帝女花》有
冇一啲嘅神秘元素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呢？咁當然有啦，咁而且咧資料咧亦都係相當之充足嘅，咁大家一定要咧睇晒3節嘅節目啦。嗱，咁首先喺第一節咧，頭先我一開始播嘅一個嘅片段啦，咁就係嚟自《帝女花》呢一個佢因為《帝女花》分唔同 chapter， 我一陣間都會同大家講到啦。咁就係一個樹盟呢一個嘅 chapter 入邊嘅其中一個片段。咁點解我會揀選呢一個嘅譬如呢一個嘅駙馬呢個周世顯同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嘅第一次見面嘅時候，第一個嘅第一段嘅對話作為呢一個嘅開頭咧，咁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留意呢一個嘅香港嘅時局咧，咁就最近咧就好 hit 去講一啲嘅談判啊嘛。咁如果大家睇翻頭先駙馬爺，即係周世顯未封駙馬㗎，其實佢頭先應該都會講到嗰個嘅片段咧，就係呢一個嘅周世顯去應徵做駙馬嘅一個嘅情況嚟嘅。咁喺嗰個嘅周世顯佢嗰個嘅對話，即係嗰個嘅對白入邊咧，其實你會 feel 到一種風骨喺度。咁而我覺得咧，依家香港人咧，尤其是好多嘅香港政界嘅一啲嘅人物啦，又或者係一啲嘅社會運動入邊嘅人物咧，其實最缺乏嘅咧就係呢一種風骨啦。即係話其實係對住一啲嘅強權，除咗係卑躬屈膝之外咧，究竟有幾多個人係可以有咁嘅勇氣，又或者有咁嘅智謀喺一個嘅強權嘅對立面，而可以挺身而出去為一啲嘅社會大眾去講一啲説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嘅呢個嘅粵劇咧，竟然咧係可以俾一啲現代人咧係有少少嘅一啲嘅啟發嘅。咁其實唔止呢一段嘅，咁一陣間我喺節目嘅另外一啲嘅地方啦，我都會播另外一個嘅呢一個嘅尤其是上表嗰個嘅章節啦。咁入邊嘅一啲嘅 implication 咧，我覺得都係幾有趣，好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一陣間都會講到。咁講翻呢一個嘅粵劇作品《帝女花》啦，其實我好細個就已經接觸呢一個嘅粵劇㗎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屋企人啦，即係我媽咪啦，佢就好中意聽呢一個嘅作品嘅。咁嗰陣時咧，其實係用緊一啲嘅劇 set 帶啊，即係我唔知道我嘅觀眾朋友有幾多個朋友都仲係以前係會用過，又或者甚至乎係用呢一啲嘅劇 set 帶嚟做錄音啦。咁嗰陣時屋企咧就有餅呢一個嘅《帝女花》嘅劇 set 帶。咁但係咧嗰個嘅劇 set 帶咧就冇歌詞嘅，咁我聽落去咧，我唔知點解咧，我中意一樣嘢嘅時候咧，係可能冇乜原因嘅，即係我突然間我喺粵劇咁多個粵劇嘅作品入邊，我可能我淨係針對《帝女花》，又或者淨係鍾情於呢一個《帝女花》呢一部嘅作品。咁嗰陣時冇歌詞喎，咁我又唔知佢入邊講乜喎。咁於是咧就開始咧我即係一個我相信我依家都未必會做到嘅一個嘅行為咧，就係攞住張紙攞支筆，咁就係逐句撳呢個 play， 再撳 pause， 咁跟住咧就逐句去默寫嗰啲嘅歌詞出嚟。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對《帝女花》入邊嘅一啲主要嘅一啲嘅歌詞咧，其實都仲記得嘅。咁而另外咧，就係除咗呢一個嘅劇 set 帶嘅年代啦，到咗有卡拉 OK 嘅時候就仲大件事啦。咁當屋企人買咗卡拉 OK 嘅時候，嗰陣時仲係一啲大嘅 LD 嘅時候咧，咁咧我屋企人尤其是係年長少少嗰啲啦，就會中意唱一啲嘅帝女花入邊嘅一啲嘅折子戲，尤其是譬如暗語啊，一陣間會講到嘅，譬如暗語啊、相應啊。呢啲嘅章節，甚至乎咧，其實係最膾炙人口嘅呢一個嘅一個章節，就係當然係《帝女花》入邊嘅香腰啦。即係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甚至乎唔止香港人，喺世界各地嘅人咧，如果基本上如果中意藝術作品，又或者會聽下一啲嘅藝術作品嘅話，都應該會聽過香腰呢一個嘅曲調，又或者呢首歌嘅。咁而點解我會覺得外國人都會聽過咧？咁當然啦，大家網上邊咧，其實竟然可以揾到《帝女花》香腰嘅英文版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但係咧喺我讀書嘅時候咧，喺演藝學院，我記得喺2000年嘅時候，佢其實喺演藝學院入邊咧就分開咗，就有一個叫做粵劇學校。咁粵劇學校咧第一次嘅公演咧，咁其中佢選取咗嘅一個折子戲咧就係香腰。咁我有份參與嗰個嘅製作嘅幕後部分嘅，咁我嗰個嘅崗位咧就好 small potato 嘅啫。咁但係做啲咩咧？就做啲好特別嘅嘢。咁咧就係播一啲嘅，就喺嗰個嘅舞台上邊，佢哋做緊一個香腰嘅時候咧，咁我就跟住佢個台詞咧，就要出一啲嘅英文嘅字幕。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粵劇嚟講咧，
帝女花咧可以算係一個嘅最為呢一個嘅非華語嘅社群咧所接觸得最多嘅一個嘅粵劇作品。咁而香夭咧就更加係成個作品入邊嘅核心部分啦。嗱，咁其實除咗呢一個嘅粵劇，咁粵劇除咗你會見呢一個嘅 CD 之外啦，其實帝女花之所以出名咧，有幾個嘅作品咧係不得不提嘅。不如咧，我哋用少少時間咧去睇幾張 slide 咧，去回顧一下咧帝女花佢喺譬如喺唐滌生改編之後咧，喺香港究竟有啲乜嘢唔同類型嘅改編，又或者譬如喺電影啊，又或者喺唱片嘅時候嗰個發展究竟係點樣？我哋去幾張 slide 先。大家係咪以為粵劇就淨係會發生喺舞台上邊咧？當然唔係啦。嗱，帝女花咧有兩部嘅粵劇電影作品。第一部咧就係1959年6月30號上映嘅。咁當時呢部作品嘅主要演員咧都係當時仙鳳鳴劇團嘅台柱嚟嘅。咁演呢一個嘅小生同花旦就當然係呢一個嘅任劍輝同埋白雪仙啦。咁就分別呢個嘅飾演呢個周世顯同埋長平公主。咁呢一部嘅電影嘅版本咧，其實我細個就已經睇過。咁亦都係咧我比較中意嘅一個嘅 version 嚟嘅。咁而第二個嘅電影作品咧就係喺1976年拍成嘅，咁就由嘉禾電影公司出品啦，由吳宇森先生執導嘅，咁亦都係顧嘉輝負責編曲。咁當時入邊嘅演員咧就主要係嚟自呢個嘅雛鳳鳴劇團，亦都係咧其實即係任劍輝同白雪仙嘅徒弟。咁咧小生同花旦咧就分別由呢一個嘅龍劍生啦同埋梅雪詩所擔綱嘅。咁除咗呢一個嘅電影作品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個嘅唱片嘅。嗱，呢個唱片咧就比較特別啦。成個帝女花現代我哋流傳緊嘅粵劇版本咧，就係由唐滌生先生所呢一個嘅編寫嘅。咁唐滌生先生咧喺1959年呢個嘅離世之後啦，咁就喺1960年咧，呢一個當時仙鳳鳴劇團嘅全體老倌咧，就灌錄咗一隻嘅唱碟。咁呢一隻嘅唱片咧，亦都係現存咧，亦都係公認為咧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嘅帝女花嘅一個嘅唱片嘅一個嘅 record 嚟嘅。咁其實之後咧喺1994年啦，都有一啲嘅唱片係推出過。咁但係咧始終咧呢一個 original 嘅1960年嘅 copy 咧，其實都係比較受歡迎㗎。咁除咗呢一個嘅電影同埋呢一個嘅CD 又或者我哋講嘅唱片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改編嘅。咁有啲咧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啦，咁就包括汪阿姐啦，咁其實都有做過呢一個嘅帝女花，即係喺無線入邊咧係飾演過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嘅。咁就係呢一個嘅1977年喺呢一個嘅香港廣播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呢一個嘅民間傳奇之帝女花入邊咧係飾演呢一個長平公主啦。咁而亞視咧亦都有一個嘅比較特別嘅作品咧，就叫做《武俠帝女花》。咁除咗呢一個嘅電視劇之外啦，咁亦都有唔同類型嘅舞台演繹啦。咁有啲係改編嘅，即係將呢一個嘅粵劇完全係變咗做另外一種嘅一啲嘅表演嘅媒體，譬如話劇啊，又或者一啲嘅舞蹈嘅創作啦。咁亦都有咧係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學生，又或者一啲新進嘅一啲嘅團體咧，係改編呢一個嘅帝女花作為一啲比較現代色彩比較濃嘅一啲嘅舞台演出啦。咁而亦都咧有一啲嘅譬如亦都因為其實粵劇咧就有好多叫做一啲嘅曲調，或者即係啲小曲，又或者一啲嘅折子戲咧，係往往咧都會被抽出嚟咧，就喺唔同類型嘅一啲嘅電視節目度咧就會播出嚟。尤其是一啲嘅大家都可能會仲記憶猶新嘅，就係呢一個嘅1972年任劍輝同白雪仙咧就喺呢個嘅呢個嘅 TVB 嘅618雨災籌款之夜咧入邊咧就唱咗呢一個嘅香夭嘅呢一個嘅折子戲啦。咁亦都係呢一個嘅大家可能會印象非常之深刻嘅一個片段嚟嘅。睇完頭先我簡短介紹之後咧，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帝女花呢一套粵劇咧就好似一粒種子咁，喺唔同時間、唔同機遇咧，佢都會衍生出更加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創作出嚟。咁其實除咗喺藝術創作呢個層面之外咧，佢本身就已經係成個廣東地區，又或者甚至乎我哋更加聚焦喺香港本身嘅文化入邊咧一個好重要嘅種子，亦都係一個不能缺少嘅部分。咁所以咧，希望咁多位保護本土文化或者本土價值嘅一啲嘅朋友咧，可以咧，亦都將呢一個嘅粵劇呢一個嘅元素咧，好好看待，因為咧
粵劇呢一個咧係唔可以失傳嘅，因為失傳咗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好多重要嘅文化咧，我哋就會就咁喪失咗。因為你睇翻譬如喺唐滌生嘅呢一個嘅粵劇嘅版本入邊咧，其實佢嘅用字啊，又或者有呢一啲嘅佢嗰個嘅文字嘅編寫咧，其實好考究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亦都可以參考咧一個嘅網台嘅節目，就係 My Radio。咁咧入邊有位嘅老師咧，就係曾卓文老師咧。咁佢喺一個嘅講一啲介紹粵語文化嘅呢一個嘅節目入邊咧，就曾經講到咧《帝女花》呢個作品。咁入邊咧，佢就會喺個節目入邊咧，同大家好詳細咁講到咧，入邊點樣喺粵語呢個嘅我哋呢個傳承自呢一個嘅古代嘅一個嘅正統漢語嘅一啲嘅關係。咁大家可以去揾翻嗰個嘅節目去作為一個參考啦。咁而旗澳學社咧，亦都希望可以盡一分力咧，就透過神秘學嘅元素咧，去同大家咧去希望可以傳承到呢一個嘅帝女花呢個嘅粵劇作品俾大家，亦都可以希望喚起咧年青一代，包括阿南咧對呢一個嘅一啲嘅粵劇作品嘅興趣嘅。咁而呢一個嘅故事呢個嘅粵劇之所以點解咁受歡迎，除咗佢嗰啲嘅曲調編得好好之外啦，其實最重要咧，亦都係嗰個嘅故事本身嗱，因為喺粵劇美學啊，又或者點樣去同大家去展述一套粵劇究竟佢嗰啲嘅藝術創作部分咧，咁就唔喺我個節目同大家講啦。不過咧，我會同大家講下重點講咧，就係講帝女花呢一個嘅故事本身。嗱，帝女花呢一個嘅故事咧，並唔係喺現代嘅時期嘅呢一個嘅創作嚟嘅。帝女花呢個故事咧，其實喺清朝嘅時候咧，已經寫咗出嚟嘅一個故事。咁當時咧，呢一個嘅故事咧，嗰個嘅作者咧就係一位戲曲大師嚟嘅。咁我哋第二節會詳細同大家講解。咁呢個嘅戲曲大師咧，佢將呢一個嘅唔講，可能大家都唔知道。佢作呢個嘅故事咧，其實係以一個昆曲嘅模式，就愛嚟做呢一個嘅創作嘅媒介嘅。咁而呢一個嘅之所謂昆曲咧，其實就係流行於呢個江浙一帶嘅一啲發源於呢一個昆山一帶嘅一啲嘅一個嘅戲曲嘅表演模式啦。咁就等於我哋廣東地區嘅呢一個嘅粵劇一樣。咁但係咧喺呢個歷史記載入邊咧，曾經咧的而且確係記載過咧，帝女花係以呢一個嘅昆劇嘅方法咧係演出過嘅。咁不過咧呢一個嘅演出模式咧就已經失傳咗。咁剩低落嚟嘅咧，到今時今日仲可以見到嘅咧，就係以前喺呢一個嘅昆劇帝女花入邊有幾個章節嘅一啲嘅曲譜。咁到依家咧，大家都仲係可以睇得翻嘅。咁呢一個嘅故事咧，喺呢一個嘅1950年代啦，香港嘅唐滌生先生咧，亦都係一個奇才嚟嘅。我哋第三節都會同大家講講。咁佢咧就將呢一個嘅故事就改編，咁亦都咧就係加減咗一啲元素啦。咁令到呢個故事咧就更加適合咧我哋呢個現代人咧去呢一個嘅觀賞嘅。嗱，接住落嚟咧，我哋用少少時間咧，同大家講下咧，based on呢一個嘅唐滌生版本粵劇版本嘅呢一個嘅帝女花，去講一講個故事嘅喺呢一個嘅粵劇入邊嘅故事先。咁亦都會同大家咧去好簡單介紹下呢一套粵劇本身嘅一啲嘅章節。咁接住嘅之後嗰個部分咧，就真係要同大家講下呢個故事本身嘅一啲嘅歷史根據。咁尤其是咧，我哋喺第一節咧就會重點同大家講下一個人物。呢個人物咧就係長平公主。究竟長平公主有冇呢個人嘅咧？佢嘅事蹟又係點嘅咧？咁我哋咧接住落嚟嘅介紹咧，亦都會講到嘅。而家咧就等我哋用現代流通緊嘅帝女花版本咧，就同大家講下個故事。其實內容咧大致上可以分為8個章節。第一個章節咧就叫樹盟，咁喺我哋第一節嘅節目開頭咧，亦都播咗一個片段俾大家睇㗎啦。咁就係講述咧呢一個嘅太僕左都尉之子，咁喺呢一個嘅大臣周忠咧嘅引薦之下咧，就去呢個嘅見到當時呢一個崇禎時期呢一個崇禎皇帝嘅大女呢個嘅長平公主。咁佢哋見面嘅時候咧，就經過對話咧，就互生情愫，咁就雙雙喺呢一個嘅後宮嘅含章樹下咧，就結下呢一個嘅百年情誓嘅。咁而呢一個嘅之後嘅章節咧，就叫香劫，咁就講解咧呢一個嘅闖賊李自成咧已經攻入呢一個嘅北京啦。咁而崇禎王咧就要好狠心地咧就去殺死自己嘅呢一個嘅妻女。咁而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咧，當時咧只不過係受傷，咁呢個嘅昏迷倒地啦。咁
崇禎王咧以為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已經死咗，於是就上呢一個嘅紫禁城後邊嘅嗰座山梅山咧，就呢一個嘅一死以謝天下。第三部分咧，呢一個黑絲呢一個部分咧就比較複雜啦。咁呢個嘅周宗當時喺皇宮入邊就見到長平公主咧就奄奄一息，於是就將佢接咗翻屋企，就等公主可以喺屋企度靜養。咁但係咧呢一個嘅當時嘅政局其實已經係瞬息萬變啦。咁攻入北京嘅李自成咧，其實就俾東北而嚟嘅清軍咧就打敗咗。咁清軍入主呢一個北京之後咧，就喺中原就建立咗清王朝。咁周宗個仔亦都係一個嘅明朝嘅遺臣，就叫做周寶麟咧，就希望咧建議佢父親咧就將呢一個長平公主咧就獻俾清帝，因為當時嘅清帝咧就實行緊呢一個嘅懷柔嘅政策啊。咁亦都可以希望藉此咧去換取一啲應有原有嘅一啲嘅榮華富貴啦。咁而呢個長平公主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傷心欲絕啦，因為自己被出賣啊嘛。咁而周宗個女咧瑞蘭咧就希望可以幫到長平公主，於是咧就聯絡咗一個嘅佛寺嘅一個住持咧，就希望可以送長平公主咧去到佛寺入邊咧去清修作為一個嘅尼姑嘅。而第四個部分咧，暗喻咧就講呢一個嘅周世顯去到呢個周宗父子屋企嘅時候咧，揾唔到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嘅屍骸，於是咧亦都係相當之傷心欲絕啦。咁於是咧就雲遊呢一個嘅四海。咁而呢一個嘅咁啱咧，就去到呢一個嘅長平公主佢呢一個嘅清修嘅呢一個嘅佛寺，而當時長平公主咧嗰個嘅法號咧就叫衛青。咁當呢一個嘅周世顯見到呢一位衛青嘅時候咧，就相當之驚訝啦。咁點解會同長平公主個樣係咁相似嘅咧？咁於是咧就希望亦都之後透過一啲嘅言語間嘅試探啦，就知道呢一位嘅尼姑咧根本就係長平公主嚟嘅。咁於是咧就鍥而不捨，就希望可以打動到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去同佢相認啦。咁於是就去到第5個章節就係相認啦。咁喺長平公主去表白咗佢自己點解要去作為一個嘅尼姑之後咧，咁佢就同呢一個嘅周世顯咧就約好，就去呢一個嘅一個叫做一個僻靜嘅一個嘅山房入邊咧，就希望可以完成呢一個嘅一個佢哋兩個人之間咧嘅一個婚事，因為其實佢哋只係訂立咗婚盟，但係就未完成呢個婚事嘅。咁去到呢一個嘅迎鳳呢一個章節第6章迎鳳咧，就係講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喺等緊呢一個周世顯嚟揾佢嘅時候咧，竟然見到周世顯係帶住呢一批嘅呢一個嘅清朝嘅官員同埋宮女咧，係去迎接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長平公主係翻呢一個嘅清廷嘅。咁呢一個嘅公主就相當之氣憤啦。咁之後咧，周世顯亦都係其實表明咧，今次呢一個嘅安排咧，其實係有目的嘅，因為就係藉住呢一個嘅呢一個清帝嘅懷柔嘅呢一個嘅政策咧，就希望去逼呢一個嘅清帝咧去做兩件事嘅。咁第7個嘅章節上表咧，就係講呢一個周世顯同埋呢一個嘅長平公主點樣去用一啲嘅計謀啦，就去逼令呢一個清帝咧就去安葬呢一個嘅崇禎皇帝嘅遺骸，亦都去釋放咧當時崇禎皇帝嘅太子係啦，即係佢嗰個嘅長子，咁就希望可以呢一個嘅放佢出嚟啦。咁而亦都係成功嘅。咁但係當成功咗之後咧，因為佢哋兩個咧係即係周世顯同呢個嘅長平公主咧，就決意係唔會留喺呢一個嘅清廷嘅。於是咧，佢哋就向呢個嘅清帝要求啦，就喺呢一個嘅月華殿外嘅含章樹下邊咧，就完成，希望可以喺嗰度完成婚事。咁就去到最後一個章節咧，亦都係最出名嘅一個章節咧，就係香夭啦。咁佢哋咧兩個咧就喺呢一個嘅婚禮途中咧，就雙雙服毒自殺。咁呢一個嘅故事咧，就係現存呢一個嘅粵劇版本嘅呢一個嘅大致嘅故事內容。嗱，同大家咧用少少時間咧去呢個嘅敘述咗成個帝女花故事嘅一啲嘅主要嘅情節啦，咁同埋介紹咗嗰個嘅章節嘅分佈。咁希望大家咧對呢個故事有個基本嘅了解先。咁如果未睇過帝女花嘅朋友咧，其實喺 YouTube 可以 search 到呢一個嘅印白版本嗰個嘅電影嘅。其實我覺得係幾好睇嘅一個嘅電影作品嚟嘅。咁大家咧可以喺YouTube 睇到啦。咁可以對呢一個嘅藝術作品、藝術創作咧有
更加深嘅了解，因為呢一個嘅劇作佢入邊嘅一啲嘅粵語用字，又或者佢嗰啲嘅介口，又或者佢嗰啲嘅曲詞咧，其實真係好考究嘅。咁亦都係因為其實佢本身係用粵語去做創作啦，咁變咗嗰個你好容易產生到共鳴啊！即係有一啲嘅，尤其是喺感情抒發嘅一啲位度咧，咁我覺得咧係好容易可以觸動到一啲譬如我哋講開廣東話嘅一啲香港人嘅一啲嘅感覺嘅，咁大家可以真係抽少少時間去做呢一個參考。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講，咁呢個故事無論喺呢一個嘅唐滌生創作嘅版本，咁當然係更加多嘅一啲嘅人為嘅創作啦。咁而喺清朝嗰位嘅劇作家創作嘅呢一個嘅故事咧，亦都係一啲有呢一個嘅後期嘅加工嘅。咁同呢一個嘅歷史嘅原著咧係即係唔係歷史原著係歷史嘅真實情況咧，又或者嗰個嘅人物嘅事蹟咧係有少少出入。咁但係咧其實對呢一個嘅我哋叫長平公主，又或者係呢一個嘅明代即係明朝末代嘅一個嘅呢一個公主咧嘅技術，其實即係個歷史資料史料唔係好多。咁亦都係有一啲嘅正史嘅史料啦，亦都有一啲嘅係野史嘅史料咧，然後將佢拼湊埋一齊咧，就變成呢一個我哋今時今日咧認知嘅帝女花呢個故事嘅一啲個基本嘅藍本。咁而喺呢一個嘅明史入邊咧，即係由清朝嘅一啲嘅史官佢哋去記錄翻明朝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嘅歷史典籍叫明史嘅呢一個嘅其中一個章節咧，就講到呢一個嘅長平公主嘅事蹟。咁但係其實得嗰幾十個字嘅啫，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呢篇嘅記載咧，只係寥寥幾十字，就係長平公主喺呢一個正史上邊嘅一個嘅痕跡啦。咁呢個嘅明史卷121列傳第9呢一個公主篇入邊就講到咧，呢個長平公主咧當年係16歲，咁就係1644年嘅時間。咁呢一個嘅皇帝咧就幫佢選咗呢個駙馬啦，咁就原本係舉行婚禮，咁就因為呢個嘅闖賊入侵咧而暫停。咁北京城陷落，呢個嘅崇禎皇帝就去到後宮，咁就同呢一個嘅長平公主講，就話點解你要生在帝王之家咧？於是咧就用劍就斬佢，咁就斬斷咗呢個嘅長平公主嘅左臂。咁之後咧就再去到超人殿咧，就斬呢一個長平公主嘅妹妹，咁就呢一個嘅超人公主，就將超人公主咧就斬死咗。咁5日之後咧，呢一個長平公主咧就呢一個醒翻啦。咁而去到咧呢一個嘅大清順治2年，咁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因為呢一個嘅明朝滅亡之後，就到呢一個嘅闖賊嘅呢一個嘅大順時期。咁其實好短時間就已經去到清朝啦。咁佢喺順治2年上書咧就話咧，就同清帝講咧，就話我已經係九死神妾啦，就希望遁入空門咧，就成為呢一個嘅佛家嘅僧侶。咁因為當時嘅清帝咧係實行緊懷柔政策，就希望可以接翻呢一位嘅前朝公主咧，就入去呢一個嘅皇宮入邊，咁藉此咧籠絡呢一個嘅天下民心。咁而呢一個嘅清帝就唔批准呢一個嘅前朝公主嘅呢一個出家嘅請求，就命令佢咧就同呢一個嘅原配嘅呢一個嘅駙馬啦就完婚啦。咁甚至乎咧亦都係賜予佢呢一個嘅土地啦、一啲嘅宅地啦，同埋一啲嘅金銀錢財。咁而呢一個嘅公主咧就只可以好無奈呢一個嘅接受，亦都終日以淚洗面啦。咁而佢同呢一個駙馬完婚之後嘅第2年咧，就已經係因為呢一個嘅疾病啦而去世，咁被呢一個嘅清帝咧係賜葬喺呢一個嘅北京廣寧門之外嘅。咁而大家咧呢個嘅睇呢一個嘅文章入邊會見到啦，長平公主呢一個嘅稱號咧，亦都係我哋喺粵劇入邊聽到嘅稱號咧。其實咧就並唔係呢一個嘅公主原本嘅稱呼嚟嘅。長平呢一個稱號咧，根據呢一個嘅研究咧，就係呢一個嘅呢位公主佢死咗之後，清廷封俾佢嘅一個嘅稱號嚟嘅。而呢位公主咧，原本喺明朝時期咧係叫做坤興公主。咁呢個咧係大家
又多一個嘅冷知識，可以同呢一個嘅長輩拋下書包。嗱，長平公主咧原本嘅名咧就叫坤興公主嘅，咁又多一個話題啦，同屋企人。咁而呢一個嘅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喺呢一個嘅記載入邊就話到咧，佢係斬斷咗呢一個嘅公主嘅左臂。咁呢個咧亦都成為咗咧另外一種創作嘅一個創作嘅源頭。就係一個嘅喺武俠小説入邊有一個角色咧，就係《鹿鼎記》入邊嘅獨臂神尼咧，咁其實就係講緊長平公主嘅。嗱，頭先大家喺明史入邊就見到呢一個嘅長平公主係因為疾病而死嘅，咁同我哋咧喺電影版咧或者喺一啲嘅舞台嘅演出上邊見到，哇，香夭嗰幕明明長平公主係服毒有呢個嘅自盡嘅喎，咁但係原來我哋睇翻呢一個嘅歷史嘅記載咧，長平公主咧係因為呢一個嘅疾病而身故嘅，咁甚至乎咧喺清朝帝女花嘅呢一個嘅最原始嗰個創作咧，亦都係咧指出呢個長平公主咧係因為疾病而死嘅，咁但係佢因為咩病而死咧？明史就冇交代到啦，咁但係其他嘅一啲嘅野史又或者一啲嘅歷史材料咧，又或者當時嘅一啲嘅敘述啦，咁都係或者一啲直情係一啲嘅詩歌又或者文藝嘅創作咧，都記錄咧呢一位嘅公主咧係因為呢一個嘅積憂成疾啊，咁就因為佢嘅有一個嘅國破家亡嘅一個嘅經歷啦，咁令到佢其實係終日呢一個嘅鬱鬱寡歡啦，咁甚至乎咧清帝逼令佢要去重返呢一個嘅清廷，去過呢一個嘅宮裏邊嘅生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更加之唔開心。咁而呢一個嘅唔開呢個嘅終日唔開心以淚洗面嘅一個嘅個嘅狀態咧，就到最後咧令到呢一位只係年方15歲嘅呢一個嘅公主咧就身故。咁呢個亦都係同明史嘅記載有少少出入啦。明史咧就寫住呢一位嘅公主咧就係16歲，咁但係真實嘅年紀咧應該咧根據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旁證嘅一啲嘅資料去推測翻咧，其實嗰個公主咧應該係得15歲嘅年紀嘅啫。好啦，嗱，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嗱，第一節尾咧，我會再送多一首咧，就係我最中喺成首嘅帝女花入邊咧，我最中意嘅一段嘅呢一個嘅曲調。咁並唔係咧，我最中意嗰段咧部分咧就同其他人唔同，我就並唔係最中意香夭嗰段嘅。咁我應該會播俾大家睇嘅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香劫入邊嘅其中一幕。咁就係呢一個嘅呢一個公主被刺死之後啦，咁呢一個嘅駙馬同佢依依不捨嘅一個嘅情況。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第二節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咧，另外喺帝女花入邊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亦都會同大家咧討論一下呢一個人物咧，同呢一個嘅藝術創作，成個帝女花嘅創作，甚至乎喺呢一個嘅清朝時期，清朝初期一啲嘅文藝創作嘅一啲嘅關聯。咁呢一個嘅歷史人物咧，就當然係呢一個嘅明朝嘅末代皇帝崇禎。咁我哋第二節咧，再同大家詳細講解。別離難，妻你能盡節，夫那得伏在頭上，同哭一番，牽衣再復他。公主，揮離，上月話執手生離，相看死別難啊，公主。江沙三尺個了一生，夫婿換老。再莫牽怨，要捱痛哭地下。駙馬，生離仲有10里長亭可送，死別都更無陰陽，何解可罪？駙馬爺唔好送我啦，你保重啦，駙馬。因數蒼天，痴心可假，難忘誓約，合抱樹兩頭啊！駙馬爺，夫妻雖有同生之年，幾曾見有共事之人？
更不願死在駙馬之前，添你日後無窮之恨咯。望你謹記清明一炷香，哀家就感同身受咯。莫閉無門，莫拒我信啦。泉下切言，渡過花燭人晚。